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佢蘇文峰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關乎未來20年運勢嘅重要話題。如果你過去2、3年覺得過得唔如意，覺得自己明明好努力，但銀行戶口嘅數字始終冇增值，你可能會覺得係自己運氣差。但我要話你知，呢個唔係你個人嘅問題，而係一個時代嘅大運已經去到尾聲，一個掌管未來20年財富同命運嘅新時代，叫做九紫離火運，已經正式開始咗。每一次20年嘅大運轉變，都一定會有一批兒因被時代淘汰，但同時亦一定會有一批人借助呢個天運扶搖直上，成為大富大貴嘅人。今年2026年係丙午年，天干地支全部都係火，火上加火，九紫離火嘅能量正處於歷史性嘅大爆發。呢股能量強大到可以打破舊有嘅階層，將財富重新分配喺12生肖入面。3個生肖同九紫離火嘅氣場最為契合。從下半年開始，上天會將未來20年嘅財富機遇送到佢哋面前。開始之前，你可以在留言區打接實大運旺起全家8個字，當係對自己嘅一個祝福同提醒。即刻講3個生肖。第一個屬虎嘅朋友，屬虎嘅朋友你自己靜心回憶下，過去嘅20年你過得有幾壓抑幾委屈。屬虎嘅人天生有傲骨，有能力有擔當，大大小小嘅事你都想孭上身。但過去咁多年你出錢出力，付出最多，但功勞往往唔係你，別人唔理解你，甚至反過嚟鬧你。你心裏面嗰種壯志難伸嘅孤獨感，真係好難同人講。你以為自己條命就係咁苦，注定要為身邊嘅人勞碌一世。但屬虎嘅朋友，今日我要恭喜你，你嘅夾運已經鐵底走到盡頭。九紫離火運火氣沖天，而喺五行相生相剋嘅定律入面，木生火，你屬虎屬木，你正正就係呢場20年大火最需要嘅燃料。你前半生積累嘅所有經驗，受過嘅所有委屈，吞落肚嘅所有苦水，喺九紫離火嘅高溫熔爐入面，全部都會化成最耀眼嘅光芒。由下半年開始，你會脫胎換骨，你嘅眼光會變得非常長遠。你嘅一個投資決定或者對仔女嘅一個指引，會令全家嘅資產倍增。你以前得罪過你嘅人嗰陣時，會全部變成你嘅手下敗將。你會睇準新嘅風口，輕輕鬆鬆簽下大單。打工嘅屬虎人，你會俾人推向最高嘅位置，擁有極大嘅話語權。最令人欣慰嘅係，你嘅家人會真正明白你前半生嘅付出，會對你心服口服，事事聽你意見。你晚年嘅狀態就係舒舒服服喺幕後指點江山，成為家族德高望重、最有錢嘅大贏家。屬虎嘅朋友，你可能心裏面有2個疑問：第一，九紫離火運到底邊啲行業會起飛？第二，點樣知道自己已經開始接到呢個大運？我先講行業。上一個20年係8白土運，旺嘅係地產、建築、建材、實體工廠呢啲同土相關嘅行業。嗰個年代賣地產、開工廠嘅人好多都發咗達，但土運已經過去，未來20年係九紫離火運。火代表文化、智慧、光明、熱量，所以所有同火相關嘅行業都會一路向上。例如自媒體、短視頻、直播、文化創作、專業培訓，呢啲靠創意、靠表達、靠個人品牌賺錢嘅行業會係最大嘅風口。另外，新能源、電子科技、人工智慧、醫美、心理諮詢、傳統文化、命理風水，甚至餐飲照明呢啲同明火光亮相關嘅行業都會越做越旺。以前靠體力、靠地皮、靠資源賺錢嘅時代已經過去，未來靠努力、靠表達、靠個人 IP 賺錢嘅人先至係時代嘅寵兒。至於點樣知道自己已經開始接到大運，上天一定會俾提示你，唔會冇聲冇息。如果你最近出現以下幾個徵兆，恭喜你！你嘅好運已經在路上。第一，成日夢見火、夢見太陽、夢見開滿花嘅樹，或者夢見自己飛起身，呢啲都係火氣升騰嘅預兆。第二，以前想唔通嘅事，突然之間諗通了，直覺變得特別準確，決定特別果斷。第三，身邊突然出現新嘅朋友、新嘅機會，有人主動帶及你。第四，舊嘅關係自然離開，呢個唔係壞事，係宇宙幫你清走舊嘅能量，為新嘅財富騰出空間。好多人行運之前都會有一段時間特別唔順，覺得樣樣都阻滯，其實就係黎明前最黑暗嘅時候。第二個屬羊嘅朋友，屬羊嘅朋友，你嘅前半生真係太善良，太容易心軟。你性格溫和，最怕同人起衝突，為咗伴侶同仔女，你無數次放棄自己嘅夢想同機會，將最好嘅嘢讓俾身邊嘅人、親戚朋友問你借錢，你明明自己手頭緊都唔忍心拒絕，你大半世人都在為別人而活。自己心裏面成日擔心將來冇保障會拖累人，
但上天絕對冇一代善良嘅人。九紫離火運入面火生土，你屬羊屬土，呢個大運對你嚟講係極大嘅助力。離火會將你身邊所有嘅小人及運全部燒盡，然後將你原本鬆散嘅財富喺高溫之下融成一個穩如泰山嘅基石。未來20年，你最大嘅武器唔係你嘅雙手，而係你嘅資產。由2026年下半年開始，你名下嘅物業、股票、基金，甚至一份好嘅保險，都會迎嚟驚人嘅升值。你可能會收到一筆意想不到嘅意外之財，或者家族資產嘅分配。你嘅財富增值係被動嘅，錢會自動揾上門。火土相生之下，你嘅子女運亦會喺下半年迎來大爆發，仔女會更加孝順，每個月俾更加豐厚嘅家用。你晚年嘅真實寫照就係同班老友記去飲茶，去銀行睇下啲息又多咗幾多，唔使再為錢操心，真正做到安享晚年，享盡清福。屬羊嘅朋友，我要同你講一句真心話。好多人以為風水命理就係擺客陣改客名就可以坐等財富從天而降，呢種想法係大錯特錯嘅。我可以好負責任咁同你講，風水永遠都只係助力你嘅福德，先至係你財富嘅根基。同一個風水陣擺喺好人屋企會風生水起，擺喺心術不正嘅人屋企效果可以完全相反。你嘅行為每一日都在你嘅財富戶口上面做加減數。如果你成日背後講人是非，出口傷人貪小便宜，對父母不孝順，對外人笑面迎人，但對家人發脾氣做虧心事，呢啲行為每做一次就等於喺你個財富戶口度扣一筆。就算有金山銀山，都有一日會倒晒。積德行善唔使捐好多錢，日常嘅小事就已經足夠。對父母多啲耐心，多啲陪伴。出門見到有需要嘅人，順手幫一把說話，留3分餘地。見到小動物有同理心，唔好隨便傷害。呢啲看似平凡嘅行為累積起嚟就係厚厚嘅福德。屬羊嘅朋友，你前半生處處為人着想，默默做咗咁多好事。呢個大運就係上天對你嘅回報因果，係宇宙最公平嘅運行法則。第3個屬蛇嘅朋友，你前半生嘅心境真係可以用孤獨同無奈嚟形容。你外表好冷靜，甚至有啲難以親近，但其實你內心非常狂熱，重情重義。你睇嘢好通透，好多事情一眼就睇穿本質。但之前嘅運勢唔配合，你經常被身邊嘅人誤解，甚至被邊緣化。你明明出於好意幫人出主意，結果反而俾人當成壞人。你全心全意對待一段感情或者合作關係，最後往往換來背叛。你嘅內心受過好多傷，甚至有時候會懷疑自己係咪注定一世都要懷才不遇。屬蛇嘅朋友，請你將過去嘅委屈全部收起，挺起胸膛迎接屬於你嘅時代。你屬蛇，地支係時屬火，而且係陰火。下半年開始嘅九紫離火運同你嘅本命之火產生宇宙級別嘅共振，呢個局面叫做飛龍在天，真神歸位。過去20年你係龍遊淺水遭蝦氣，但未來20年係你嘅絕對主場，你將會掌控一切。你嘅本能之火被點燃之後，你嘅智慧同直覺會達到一個近乎神級嘅境界。你會睇中身邊所有人都聽唔明甚至反對嘅大商機。當其他人猶豫不決嘅時候，你已經果斷出手。你賺嘅唔係幾千幾萬嘅小錢，而係能夠徹底改變你整個家族命運，實現階層躍升嘅財富。做生意嘅屬蛇人，你會創立屬於自己嘅商業帝國。打工嘅屬蛇人，你會成為行業入面嘅頂尖人物，被高薪挖角。最重要嘅係，你嘅發達會好似一個巨大嘅能量源，直接帶動你嘅伴侶同仔女一齊起飛。你嘅伴侶會因為你而過上更好嘅生活，你嘅仔女會因為你提供嘅頂尖資源而平步青雲。你將會成為成個家族嘅傳奇人物，所有人都要仰望你嘅成就。以前睇小你嘅人，連你嘅車尾燈都睇唔到。你晚年嘅富貴係帶住極大嘅榮耀同尊嚴嘅。講完3個本命生肖，我知道好多朋友一定會問，我唔係呢3個生肖係咪就冇運行？當然唔係。雖然呢3個生肖同九紫離火運最為契合，但有幾個生肖只要識得順勢而行，一樣可以迎頭趕上。屬馬嘅朋友，馬屬火，屬於純陽之火，同九紫離火同聲同氣。你前半生就好似一匹野馬，有衝勁有魄力，敢衝敢做。但以前土運嘅時候火生土，你嘅能量被土地消耗咗一部分，始終增。咁啲九紫離火一度同氣相求，你嘅幹勁同眼光會徹底釋放。特別係從事開創性開拓性工作嘅人會越衝越旺。唯一要提醒嘅係火太旺容易衝動，投資或者做重大決定之前，記住停一停諗一諗。
屬兔嘅朋友，兔屬木，屬於陰木，同屬虎嘅陽木唔同。陰木係溫柔細快、有穩性嘅木。你嘅前半生可能俾人覺得斯斯文文冇攻擊性，甚至有人覺得你膽小怕事。但其實你心思細密、觀察力強。喺九紫離火運入面，生火你嘅優勢會徹底發揮，特別係做服務、做創意、做細節工作嘅人，你會憑住細心同周到殺出一條血路。而且木火通明之下，你嘅人緣會特別好，貴人運爆棚，好多機會唔使你去爭取，自然會有人送上門。屬狗嘅朋友，狗屬土，屬於燥土，同行業嘅羊嘅未土唔同，你嘅性格踏實，一步一個腳印，從不投機取巧，前半生可能好辛苦，但積累落嚟嘅經驗同人脈會喺呢個大運入面慢慢發揮作用。你唔需要博大流，只需要守住自己嘅本行，繼續做落去，財富就會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。晚年一樣衣食無憂，受人尊重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其他生肖嘅朋友會覺得焦慮，擔心未來20年自己會冇運行。大家唔使絕望，九紫離火嘅能量係無差別覆蓋嘅，只要你懂得順應天時，利用風水佈局去接收嗰股能量，一樣可以將未來20年嘅財運帶入屋企。今日我就公開一個蘇派獨家嘅九紫離火催財陣，只要你跟住做，下半年開始，你嘅家宅風水就會繁衍一新。九紫離火運嘅大本營就係八卦入面嘅離卦，代表嘅方位係南方，所以未來20年你屋企嘅南方就係全家人財富嘅超級發動機。聽日一早起身，你第一件事就係用手機嘅指南針揾出你屋企嘅正南方，揾到之後有幾點好重要嘅風水佈局，你要知道。首先，風水嘅原則係先破後立，要先清除咗唔好嘅嘢，先可以迎來財氣。正南方既然係火嘅大本營，你絕對唔可以喺呢個方位擺放任何屬水嘅物品，例如正南方唔好擺大魚缸、飲水機加濕器，甚至黑色或者藍色嘅地體都唔好，因為水克火，你喺正南方放水就等於親手用一桶冰水淋熄你未來20年嘅財運火種，將正南方所有屬水嘅物品全部清走，打掃到一塵不染，保持光猛通風。但現實中好多屋企嘅正南方可能係廁所、廚房或者睡房，唔同情況有唔同嘅化解方法。如果正南方係廁所，廁所本身屬水，又係污穢之地，同南方嘅火位係水火相沖，戾氣會沖散財氣。化解方法：第一，廁所要時刻保持乾淨乾爽，地面唔好有積水，用完馬桶要冚好蓋，減少水氣同入氣外泄。第二，廁所門口擺放一盆綠色植物，例如綠蘿吊蘭，用木嚟通關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將原本嘅煞氣轉化成旺氣。第三，喺廁所入面點一灑紅色嘅小夜燈，用燈光嘅火氣去綜合廁所嘅水氣。做好呢3點就可以大大減輕負面影響。如果正南方係廚房，廚房本身已經有爐火，火太旺容易令家人脾氣暴躁，成日為小事吵架，嚴重嘅可能影響血壓同心臟健康。化解方法：廚房盡量保持清潔通風，平時煮飯多啲煲湯水，用水氣去平衡火氣，但千祈唔好喺正南嘅廚房擺大魚缸或者大水缸，用水氣輕微平衡就得，唔好直接相沖。如果正南方係睡房，睡房係休息嘅地方，火太旺會影響睡眠，容易失眠、發噩夢、情緒唔穩定。化解方法：睡房嘅窗簾盡量用淺色，唔好用大紅色。床頭盡量唔好正對南方，可以稍為偏東或者偏西少少。另外可以喺床頭擺一小盆紫色嘅花，紫色屬火，既可以催旺旺氣，又唔會因為火氣太盛而影響睡眠。如果喺夫妻房，反而有利增進夫妻感情，因為離火代表姻緣同親密關係，只要平衡得好火氣，反而會令感情更加恩愛。清理好正南方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始正式布陣催財。火嘅顏色係紅色同紫色。你去買9個全新嘅紅色利是封，然後將嗰9個利是封整整齊齊咁擺喺客廳正南方嘅高處，例如櫃頂或者層架上面。9呢個數字代表九紫，係離火嘅先天之數。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加強大，可以買一個天然嘅紫水晶球或者紫色嘅水晶柱擺喺正南方。紫水晶可以瘋狂吸收宇宙嘅能量，又或者喺正南方擺放一盆開紅色或者紫色花朵嘅植物。例如紅掌、紫羅蘭，木能生火，會令到離火嘅財氣生生不息。只要你做好呢個正南離火催財陣，你嘅磁場就會同宇宙未來20年嘅大運無縫接軌。呢個陣法就好似一個財富雷達，日日夜夜幫你接收天地間嘅旺氣，全家人嘅氣場都會繁衍一新，思維會變得積極，精神面貌會繁衍一新。
老人家身體健康，仔女事業順利，小朋友讀書聰明，各種機遇自然會湧入屋企。各位朋友，一個時代嘅大運，20年先一次，人生短短幾十年，能夠遇上幾多次大時代嘅更替？好多人因為無知，因為固執，錯過咗一個20年嘅地產黃金期，只可以碌碌無為，遺憾一生。而家九子離火嘅大門已經為你打開，機會就擺喺你面前。一個人發達其實唔算乜嘢，能夠帶埋全家人一齊富貴，齊齊整整無憂無慮，笑容滿面，享盡福氣，先至係人生真正嘅大贏家。我今日將命理同風水嘅知識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語氣雖然肯定，但內心充滿對大家嘅祝福。我希望每一個善良嘅人都可以喺新時代入面揾到自己嘅幸福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，請你將呢篇文章分享去你嘅家族群組，或者直接發俾你嘅仔女伴侶、身邊最好嘅朋友。因為時代變咗，氣場變咗，未必個個都知。你將呢篇文章轉發出去，就等於送咗一把開啟未來20年財富嘅鎖匙俾佢哋。你幫全家人種下未來20年富貴嘅種子。呢份無私嘅大愛同親情，上天一定會記得清清楚楚。最後，你可以喺留言區打接實大運，旺起全家8個字，當係對自己同家人嘅一個祝福。祝大家下半年財運爆發，接實20年大運，全家安康，享盡幸福。我哋下期再見。